喂，大家好，我係阿爆。今次我同大家分享一個網友投稿嘅超毛骨悚然嘅靈異故事，係我親身經歷嘅大學宿舍424號房怪談。呢個房號一聽就知死易死，邪到爆，仲要空置咗好多年，冇人敢住。我同室友姨點樣唔小心搬入去，結果夜晚聽到床架怪聲。依傳門無端端被推開，依仲俾佢哋搞到病到七彩。想知我哋點樣死裏逃生，即刻同我一齊揭開424號房嘅陰森真相。我同依一齊住大學宿舍嘅4人房好耐，2個 double decker 床擠得嚟又熱鬧。另外2個室友係3年制，早我哋1年走咗。我同依都唔想同陌生人 share 房。於是用晒賺咗好耐嘅分數，申請一間雙人房。點知真係好彩，拎到雙人房，但係一睇房號424，喂，呢個死易死嘅號點解咁邪門？更怪嘅係，我之前住426號就喺424隔離。住426嘅時候，我成日覺得424好似冇人住，門鎖死晒。靜到陰森森，但係當時我同姨只想快啲搬走，拎咗鎖匙就準備入住。點知呢個決定係我哋噩夢嘅開始。我住得遠，每次新學期都早到學校，負責搬行李。宿舍有個 store room，平時係 study room，假期就變雜物倉，堆滿學生嘅家當。我拎住424嘅鎖匙，興致勃勃推開門，點知一入去嚇到我三魂唔見七魄。房內亂到似垃圾場，地上堆滿咗垃圾，角落有粒發毛嘅鏟，仲散發陣怪味。最離譜嘅係有條內褲，天啊，係咪有人着過？我完全唔敢拎手碰，只覺得惡濕到爆，即刻拎掃把、拖把，化身清潔阿叔，將房洗到一塵不染。好彩姨返到嚟時，房已經乾淨晒，佢只需要鋪床單。好吧，係佢屋企人幫佢鋪，佢係大少姐，咩都唔使做。哈哈，入住之後，我同姨先發現424有啲唔妥。呢間房喺走廊盡頭嘅角落，太陽曬唔入，成日陰陰冷冷。就算4月熱到爆，房內都唔使開風扇，因為真係凍到震。同其他宿舍房比，424好似同世界隔絕咗，氣氛怪到不得了。我性格外向，成日四處跑，搵朋友吹水，或者忙埋 FYP Final Year Project，好少留喺房。姨就成日窩喺房，同男朋友煲電話粥。有段時間，姨返學之後咳到七彩，咳咗成個月都唔好，仲發燒，成個人虛到好似冇晒魂。有時同佢講嘢，佢完全冇反應，眼神飄忽，似聽唔到。我以為佢病到懵咗，點知背後有更大嘅秘密。8月學校放假，姨返咗老家，只剩我一個留喺424。講真，我好鍾意一個人住，自由到飛起。但係宿舍 WiFi 差到爆，我特登申請咗個 C 牌 broadband 上網，點知學校喺森林區，網路凌晨先順暢。於是我成晚玩一個唱歌遊戲，唱到凌晨3點，瞓意來襲，關燈上床，半夢半醒間，突然聽到姨嘅床鐵架床鋪床褥傳嚟吱吱聲，似有人翻身。我仲喺度諗，姨咁夜仲未瞓，等等，姨返咗老家，心跳即刻爆表。我側身望向姨嘅床位，點知姨傳門，姨姨一聲，似俾人推開。我成個人僵住，心入邊狂鬧粗口，拎住書台嘅燈，警告唔好逼我發火。我掟張椅過去啊！怪事係話音剛落，房內靜到似死城，連針跌地都有回音。我迷迷糊糊瞓着，
直到朝早9點被電話嘈醒，拎起電話一睇，E 嘅相喺屏幕閃。喂，點解咁早打俾我？我生啞咁接電話。喂，咩事？E 語氣怪怪咁問。你有冇遇到怪事？我即刻諗起凌晨嘅怪聲，佢好似知啲內幕。E 催我即刻走人，話佢而家喺廟度，傍晚會同佢阿姨返宿舍搞亂。佢仲叮囑我小心，唔好亂講嘢。我驚到飛起，拎住衫、錢包、電話同罐洗藍、宿舍標配，將洗頭水、牙膏等放籃度，衝去廁所沖涼。關門一刻，仲覺得房內一陣冷風，凍到打震。沖完涼，我即刻走去朋友房避難，仲拎埋罐洗藍。朋友見我怪怪嘅，好疑惑，但係好彩冇追問。熬到下晝5點，E 再打俾我，話帶咗幫手到，我去停車場接佢。見 E 同佢媽咪、男朋友一齊，仲有個中年女人，我叫佢 A， 佢名我都唔知，拎住個黃色大包，鼓鼓地好搶眼。未寒暄，E 同 A 就衝去424，A 拎出包內嘅家當，小水桶，裝滿水嘅礦泉水樽，一包花瓣同埋捆香茅，辟邪用，梗唔係煮貪陰。A 一邊念經，一邊將花瓣同水混喺桶度。E 話嗰水係廟裏加持過，再用香茅沾水，灑喺房內每個角落。房內充滿花香，儀式搞咗10分鐘。E 同佢屋企人同 A 就走咗，話第2日中午返。嗰晚我驚到唔敢熄燈，房內燈全開瞓覺。神奇嘅係，A 灑完花水後，房內唔再陰冷，似暖咗好多。等到 E 第2日返到，佢嘅病竟然全好晒。點解2日就康復？E 同我講晒成件事。原來 E 返老家，佢媽咪覺得佢怪怪嘅，帶佢去神廟。一入廟，E 即刻唔舒服，冒冷汗。廟裏師傅一見 E 就話：你帶咗唔乾淨嘅嘢，佢哋跟住你，想搞亂你。E 同佢媽咪嚇到傻咗。點解咁嚴重？師傅話424空置太耐，住咗好多住客，我哋搬入去，等於搶咗佢哋地盤。房內有幾個住客，一個喺E廚，一個喺門邊，一個就喺E 嘅床上。E 日日同佢同床，怪唔得病到咁。E 話佢聽唔到我講嘢，係佢附身搞亂。更恐怖嘅係，佢哋想弄死 E， 霸佢身體。點解唔搞我？師傅話我心智堅強，命硬。佢哋搞我唔易，於是揀 E 落手，計劃逐個擊破。E 仲提到，師傅同跟 E 返家嘅佢談判失敗，師傅當場打到佢魂飛魄散。但係房內仲有其他嘅住客，所以 E 同 A 趕返學校做升旗儀式，用花水驅趕佢哋，唔走嘅就灰飛煙滅。儀式後424真係變晒樣，冇晒陰冷感，同其他房冇分別。我同 E 繼續住落去，冇再遇到怪事。但呢段經歷我從冇同人提過，太離奇，講咗怕冇人信。喂，大家信唔信我嘅故事？如果係你，敢唔敢住424？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，或者你有冇類似嘅靈異經歷？多謝網友分享咁精彩嘅撞鬼怪談，下次再同大家講更多恐怖故事。拜拜。